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根据高雄市监理站统计，114年度第一季的机车检验10大不合格项目，改装机车各式灯光名列前3名，占不合格项目的49.4%。机车改装后与过户买卖时，都需要到监理站办理重新检验，才可上路。机车是大部分人的代步工具，道路上各式各样的机车种类都有。根据统计，机车定检的前3大违规项目其实是，当然最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灯哈。那头灯就是这个是我们改装的，发现不合格的是第1名。那第2名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刹车灯，好，那第3的话就是我们的方向灯。那大概这3个都是跟灯有关系的一个改装。自己在骑车会去改装？会有改，这台车就有改啊。就是我觉得，你要雕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从源头开始的话，就是假如说政府禁止买卖，就是禁止这些东西进出口，那可能我们民众买来改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自己觉得你要禁没有关系，但就是可能配套要做的比较好一点啊，对啊。一定改啊，怎么可能不改？尤其是大灯，那一定是会改。买了新车代步又花钱改装机车零件，除了耍酷耍炫之外，也有人认为原厂大灯不够亮，为了安全起见，改装头灯。我想民众会去改装头灯，第一个原因可能他觉得他的头灯是不够亮，所以他会去做改装，可能这也是一个因素。第二个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比如说他改装的方向灯啊还是尾灯，可能他希望比较有个性化啊，就是说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有点酷的感觉哈。我自己的话，第一个就年轻人嘛，就是帅，第一个就是帅，这最简单啊。第二个就是好看，就这样。就是其实原厂车不改也是可以骑，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才会改装这样。我这台是只有改方向灯啊，我另外一台车就是排气管、避震器，就是该改的都有改。对。但是也都检验合格过。对，都是检验有过的。基本上方向灯、刹车灯那些我不会改啊，但是唯独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大灯，因为有时候在晚上比较重要。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环保单位针对机车排气检验，但是一般民众可能忽略机车改装后以及过户买卖也要到监理所检验。一般我们普通的机车是不需要定检的哈。那大型重机的话，它是比较汽车，那5年以上到10年的话是每1年都要1次，那10年以上的话每1年都要2次。那一般的机车不需要定检，可是如果说你是5年以上的机车，你要办理过户。好，这时候你就是要来监理所办理的临时检验。车灯颜色就像是车辆上路后的共同语言，如果擅自改装不合格车灯，除了将处罚之外，也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来到高雄的凤山中华市场，传统美食相当多，但其中一家包子店，每到包子蒸熟出笼时，就会吸引许多老饕上门。店家的包子不止超大，还有七彩鲜艳的包子皮，里面包满肉馅、蛋黄和鹌鹑蛋。原来这是一间越南媳妇开的包子店，将越南人习惯吃的粤式包子带到台湾，让民众吃得饱也吃得健康。透过包子，还能一尝粤式美食文化。蒸熟的包子出笼喽！天哪，这简直是座包子山！不仅每颗都超大颗，包子皮更是色彩缤纷。切开包子一看，更是惊奇，满满的内馅有鸡蛋，也有香菇，更有鹌鹑蛋，整盘端出，让人真想一大口咬下。到底这是什么包子这么奇特？原来这是间越南人开的包子店，将越南人习惯吃的粤式包子带到台湾。越南人习惯要吃的澎湃，因此分量超大。另外还加上自己研发的七彩养生口味，要让民众吃得饱也吃得健康，更能透过包子能一尝粤式的美食文化。QQ 的，还有那个小的鸡鸡的蛋啊，很好吃啊，还蛮新鲜的，很有特色，就大间，真的吃得很饱。凤山最好的一家，非常肉非常新鲜，包子也非常有味道，他们也很友善，
从台南来的，有朋友买过给我试，然后我觉得很好吃，从来没有试过那么好吃的包子，皮很 Q。然后我今天就想来给他买，我一次买50包回去送给大家吃。那个就是家乡味，我们越南一颗就是你可以配一个中午餐，一颗配一杯饮料，这中午餐就饱了，这样又省钱。我们一颗又很大颗，你吃一颗比便当还有营养，里面有2个鹌鹑蛋，还有咸鸭蛋，还有香菇，还有肉，所以很大碗的肉。这个是香兰，我们是用那个香兰叶再打汁，再拿那个荔枝来做面团。这个是红萝卜，红萝卜是用红萝卜的皮我们打汁再来做，所以营养都是蔬菜的。来到凤山中华市场，传统美食相当多，老板娘嫁来台湾多年，也想分享家乡美食，参与其中。一开始不知道要卖什么，最后因为儿子的一句话才决定开包子店。没想到大受欢迎，每到包子出笼时，就会吸引许多老饕上门。现在还多了许多同乡一起来帮忙，一起推广越南美食。自己也不会做，也不会回越南试嘛，所以知道这边有就来试，然后刚好老板娘问说，你现在要不要来这边一起上班？我说这样啊，那很好，我就来这边上班了，很不错啊，然后生意也蛮好，大家都很开心的，每天都做得很开心这样。刚开始我还不晓得要想做什么后来我跟我小孩在讨论，就是说不然妈妈在做那个卖美食做包子，越南包子跟台湾包子，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比较好大家又有吃得到。现在卖的不止越南包子，还有越式卤鸡脚。这群越南女孩远嫁来台湾，走出家庭，努力生活，跳脱传统的刻板印象，要用自己熟悉的家乡味，走出姐妹们的一片天。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南公路是高雄南北联系的主干道，许多汽车会驶进慢车道，增加机车骑士风险。因此，高雄市议员黄文智建议市府削切分隔岛，增辟左转专用道，分流车流，维护机车骑士的安全。多辆大型混凝土车左转进到水泥厂，另一侧的慢车道一样是混杂着汽车，机车族夹在中间，增加交通风险。高南公路是高雄南北向主干道，时常发生汽车驶入慢车道与机车并行的情形，因此市议员黄文智建议交通局以削切分隔岛的方式，增辟左转专用道，分流车流。不管是中央分隔岛，或是快慢车道的分隔岛非常的宽。那是不是有机会来建议这个交通局跟公务局，甚至是这个公路总局，大家来研议如何来削切整个分隔岛也好，或是快慢车道的这个分隔岛，来如何来增加车道，那并且建置这个专用的左转专用车道，那来疏解车流。交通局说明，高南公路路线相当长，要全线增加左转车道有困难性，但近期会完成重要路口的线勘，规划增设的可行性。做部分性的削切，这个可能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应该会再针对它的路型的宽，就是道路的宽度，还有一些车流的需求，那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那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就会再请公务局协助办理后续的工程。高南公路车流量大，让左转弯的快慢车分流，大大增加机车骑士的安全性。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中都窑厂被列为国定古迹，却常年处于闲置状态，只限定开放一小块的场域可以参观。近期还因为施工封闭了整个园区，地方期盼重新活化利用，让这座河畔古迹不只是历史记忆，也能成为城市新亮点。巨大的烟囱耸立在爱河的河边，想要近距离观赏，却发现园区门口摆着施工闭园的公告。这也是高雄的中都窑厂，曾是台湾砖窑工业重地，如今被列为国定古迹，产权由台龙公司持有。虽然目前进行整修，暂不对外开放，但其实早在之前就常年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只有小小一片区域可以参观，难以稳定吸引人潮。这边经过的时候，观光客多吗？很少，非常少，就维持现状已经很久了。
可能还要再改造一下吧，就没什么好逛的。虽然过去几年间偶尔会举办活动，但因为缺乏长期营运规划，园区大多时候属于闲置状态。中都窑厂位在于高雄的中都地区，今年该区的人口持续成长，也涌现了不少的新建住宅。这片巨大的场域如果能够妥善规划，园区重新活化，吸引人潮，或许可以打造出一个热闹的中都生活圈。中都窑厂自从前几年有博物馆日，有在那边有办过一场活动，大家也都觉得蛮不错的，也说希望可以去持续在窑厂里面多多办活动。窑厂那边如果可以开放，或者是相关文化团体进去做一些表演活动，也相信也可以带来中都不一样的契机。确实，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爱河目前在周边一直有一些新的观光亮点的出现哦，但是很可惜的，因为中都砖窑厂它其实也是在爱河边，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活化它哦，所以造成的可能就比较可惜一点。那当然，如果未来它能够加以开发、加以活化的话，我相信绝对是高雄新的一个观光新亮点。但因为砖窑厂是属于私人所有，想要活化利用，除了市府需要积极与企业沟通合作，甲方也需要递出橄榄枝，才有双方共荣的机会产生。而最近也传出了好消息，文化局给我的反馈的是说，目前他们已经有请顾问公司，就是唐龙公司已经有请顾问公司在针对于整体开发去做一个评估那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那也希望说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能够更积极的去协助唐龙公司去推动中都砖窑厂的活化。中都窑厂就位在爱河的中游地带，因为紧邻运河，让这里曾经成为高雄工业的起点。虽然当初的荣景已经不在，但这里却饱含着文化底蕴。如果能够重新详细规划，让古迹空间融入当代生活，不仅能够延续城市记忆，也有潜力成为新的观光亮点。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捷运黄线施工，把澄清路段上百棵路树移植或移除。高雄在地环保团体表示，市府连非工程区的行道树也移除，实在不知道原因与合理性在哪里。捷运局回复，为了改道后的动线与用路人安全，所以将路树移植，也会请专家学者指导移植的细节，把路树移植到公园或绿地上。捷运黄线施工澄清路段以为期上百公尺的交通围篱，路树也被贴上移植标志。森林城市协会庄杰任理事长摊开工程路段表表示，占体明挖的路段路树无法保留可以理解，但高雄市政府连不影响工程的浅顿区路段路树都移除是非常不合理。为了一个短期1到2年的工程，大量的破坏这些行道树，我觉得呼吁陈其迈市长看看当初你在做轻轨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的。为什么现在做捷运黄线有这么大的落差？我们也希望未来捷运黄线全面检讨，只要没有明挖的路段，所有的林荫大道树木原地保留，不要移植。我们看一下这个移植的树全部断头。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回复，为了改道后的动线与用路人安全，会在改造后的路口与渐变段进行路树移植或移除，相关移植细节也会依照专家学者的意见来执行。为了后续的改道后的动线顺畅及用路人的安全，我们这边的布设不只在交围的车站段而已，而是包含车站前后的路口及渐变段。那相关的移植计划也经由我们市府的树木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审议通过后，才可以来实施。那整个移植的部分会采取一次定植的方式移植在公园及绿地上。那整个移植的过程也会邀请专家学者来进行指导，以确保整个移植后有每一棵树木都有良好的抚育效果。目前已经有上百棵路树消失，都市热岛效应已经显现，居民明显感受到热度与空气品质变差。也有民众认为，只要工程够快，可以忍耐这1-2年的施工期。有时候走路就会很热啊，对啊，然后可能空气的问题吧，空气会变比较浑浊一点，就呼吸有感觉到。太阳变大了。真的，而且现在软化又很严重，当然有路树的话是最好了。没有怪怪的，没有绿意啊，但是没办法，这工程需要嘛，我们也是支持他这样做啊。只要快一点就好。哎，这样工作快一点就好啊。之后再补植这样就。对，之后再补植这样就好。
环团表示，移植对树木冲击非常大，很容易造成树木死亡。若能原地保留，让树木健康成长，而不是多次断头移植让树死亡。记者潘志光、吴佩珊高雄报道。台南精英酒店结合6款台湾茶与6款西方茶，研制出36支茶酒，而且依照中国古兵书取名36剂。3、5好友还能抽签决定要喝哪一杯，相当有创意。东方特色茶遇上西式顶级醇酒，可以来喝这盘。精英酒店4楼酒吧严选红茶、铁观音等，再分别加入伏特加、莱姆酒、白兰地、龙舌兰，制作出12款共36支的茶酒 shot， 还取名36剂。特别喜欢的是调虎离山。我觉得它里面的茶香再带一点点的果香调，真的是很棒。36剂这样子是蛮有趣的，因为可以抽签啊，就是可以跟朋友大家一起来玩，然后又喝这么好喝的酒，有茶香啊，又有果香，而且重点是36杯，每杯都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特别。36杯，杯杯口味不同，茶杯上还设计有浑水摸鱼、隔岸观火等兵书计谋，非常有巧思。朋友聚会还能用签筒来抽签决定要喝哪一杯，增添趣味。从5点就开始营业，下班时间就差不多可以来喝酒，然后晚上的话也可以看着外面的月光一起来喝酒，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我们这边呢还有36剂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调酒的选择，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36剂从北而来，从东而来到台南一起来享用。这盘酒已经成为来台南一定要朝圣的酒款之一，再来上一盘主厨特制的36炸，绝对是享受微醺时刻的最佳选择。记者苏怀谈的报道。近年霸凌案件在职场与校园层出不穷，台湾府城隍庙特别举办神将开道护正义活动，号召全台的七爷八爷神将出巡，同时结合身心卫教话题，让范谢将军成为霸凌受害者的守护神。西罗殿、共善堂、和盛堂、总感宫、县城隍等15间宫庙，30尊七爷八爷在台湾文学馆前大集合，场面相当壮观。这是台湾府城隍庙罕见以身心卫生议题为诉求所举办的绕境活动。长都拢整理好啦，我拢整理好啊！今仔就响应了其中举办这个反霸凌。城隍爷座前的范谢将军，俗称七爷八爷，在民间信仰当中是执行阴间正义、惩恶扬善的重要神明。府城隍庙希望透过神将守护人心，以信仰传递正义，让反霸凌不只是口号。在职场上，在校园里，在社会中，在社团中。任何的方方面面都不希望有霸凌的情形出现。有着霸凌事件，要安怎做处理？该引导啊，互伊舒压，互伊将伊受到霸凌的事件的代志大家讲出来，互伊释放压力。活动还特别制作反霸凌小卡，提供大家面对校园与职场霸凌时的应对指南，更首度发表以实习判官七爷八爷为主角的实境解谜游戏《阴间审判局》，以游戏创意展现宗教文化内涵，吸引许多民众热烈参与，共同响应捍卫社会公平正义。记者孙怀谈的报道。接下来为您介绍台南一处相当特殊的秘境，就是位于学甲的老塘湖艺术村。这是由一位手指作画的画家匡乙，在30年前收集100年老砖一手打造的。多年来，他持续以创旧艺术的方法来开创艺术村，不只保存台湾文物，也成为另类的旅游胜地。透过空拍镜头，没想到台南还有这么一处美丽的池塘，加上四周复古老旧的城墙和斑驳的宅院，令人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其实这里并不是历史古迹，而是由台湾手指画家匡乙收集了100多间老屋建材，前前后后花了30几年所打造而成，也让他营造出想要的颓废古城风，完成一座遗世独立的生活场景。
这地方是我在30年前收集一些数百年的老砖来打造出来，再重塑。因为我觉得这些老砖都有一些文化的痕迹有历史的痕迹是很珍贵的。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很快乐。那我希望呈现大家都能够欣赏台湾就有的一些古建筑的一些历史。这座酷似废墟古城的秘境，其实一砖一瓦在创建者眼中都是独特的生命力，搭配平静表面的瓷判，令人心旷神怡。采访当天，现场还有娱乐舞蹈小精灵和抖音小妹妹的古装表演，吸引游客驻足围观，就是希望让你仿佛置身在古典生活当中，来疏解现代人压力。这边呈现就是一个回忆，还有心灵放空的地方。因为现代人生活压力太大了，可以到这边来放松心灵沉淀，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匡仪除了打造老唐艺术村，更是知名的手指画家。他在村内有一间画室，展示许多手指油画作品。对他而言，不管是自画像，或是最爱的救世主，以及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都是他与众不同的创旧画法。需要的你把它拿掉，不需要的留着。按这样的呈现的话，又可以创旧，看起来这个画面就不是新的，就是觉得旧，好像老画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慢慢。我就把它创旧，把它画出来了。多年来，匡仪以创旧艺术的方法开创，不只让台湾文物得以保存延续，也成为另类的旅游胜景。有机会不妨来一探究竟。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台南市农业局为辅导农村社区推动农村再生，透过年度执行计划，辅导社区研发加工品及创新包装设计，希望借此提升产品的价值与质感。今年辅导的玉井竹围社区与善化西美社区，分别以农业风味伴手礼和这个麻烦品牌来推广行销，带您一起来了解。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每年借由农村再生执行计划，辅导农村社区美化环境、活化产业、打造在地特色，由社区自主研发新产品及特色包装。今年获优质农产品特色推广的有玉井竹围社区与善化西美社区。台南市向来非常重视农村经济发展，那为了要辅导农村社区我们也透过了年度执行计划。然后辅导社区来创新产品，还有包装设计那今天我们邀请的玉井区的竹围社区是以芒果为发想那结合我们这个社区也结合了我们社区发展的一个小旅游那也跟在地的学校来合作，玉井上工那设计出农村风味的伴手礼。它应用年度的执行计划来以芒果来研究芒果的加工品，那制作出那个芒果的一个沙沙酱。以及芒果的乳酪酱，以及芒果卡拉棒等，优质的产品那善化的西美社区，本来就是以这个麻烦的，一直在推这些的产品非常优质的一个原料其中玉井竹围社区以芒果为发想，结合社区小旅行与在地学校设计农业风味伴手礼盒，而善化西美社区则是以胡麻、黑糖、葛玉金与木鳖果等元素。开创这个麻烦品牌。我们西美社区产品主要是以这个麻烦作为品牌。那这个的话就是甘蔗，也就是我们黑糖。那葛的话就是葛玉金，给荤煮第三个就是那个芝麻，我们就是芝麻糖或芝麻种子这些。那因为我们这所做的都是属于那个手工制造，过程相当的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麻烦希望以后大家听到这个品牌都能够想到我们西美社区。那今天的这些产品，大家都以芝麻系列的为主了那芝麻来讲在我们台南市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产量，在全国来讲，当然比重是相当的高，应该是最多的市府农业局透过社区自主研发与特色包装，除提升产业发展完整性，另外也希望增加产品购买吸引力，为社区带来永续发展。有兴趣民众可以上台南善化西美社区 FB。
或社区发展协会电话洽询。记者林莹跟台南报道。迎接 AI 时代来临，新北市教育局联手新竹市教育处举办拥抱科技 AI 智慧学习未来学习关键力工作坊，邀请两市教师共同交流。会中共同宣布，未来将成立跨县市 AI 师培推动中心，培训第一线教师，推动生成式 AI 创新教学，打造 AI Ready 校园。3、2、1，启动！迎接 AI 时代来临，新北市教育局联手新北市教育处举办拥抱科技 AI 智慧学习未来学习关键力工作坊，邀集两地教师共同交流。会中由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及新竹市教育处长林立生共同宣布成立跨县市 AI 师培推动中心，培训第一线教师，推动生成式 AI 教学创新，打造 AI Ready 校园。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为了协助教师教学实务与提供备课资源平台，新北市首度跨县市联手新竹市，共同成立 AI 师培推动中心，希望透过县市资源共享与定期交流，建制生成式 AI 教学案例资料库，并透过整合资源，帮助教师进行创新课程发想与设计，让 AI 应用成为教师教学的好帮手。我想AI 是我们整个在教学跟行政一个重要的未来趋势啊，怎么样去帮助第一线的老师们行政减量，能够减轻他的负担，可以让他更有效率的应用在课程跟教学上面。因为我们新北市长期跟新竹市是我们非常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有共同的发想，认为 AI 我们要共同的可以结合两个县市的教育人员共同的来投入，所以我们结合了辅导团，还有数位学习办公室对于未来整个师培，就是有关于老师的在职训练方面，可以透过 AI 整合更多的科技跟相关的教学的资源，培养更多优秀又能够节约老师力气的一个好的科技工具。新竹市教育处长林立生指出，这次与新北携手合作，期待透过两座城市的互相交流与学习，藉由 AI 大幅减少人工作业的时间，让老师可以专注陪伴学生，将专业用在课堂教学。今天透过两个双新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能够让我们在 AI 的运用上面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性的一个发展。那么我想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也不难看得出我们未来两个县市能够在推动师培教育或者是 AI 的运用上面能够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交流能够继续的深化。未来我们两个县市也会在课程的运用上面加深加广，让两个县市的老师们能够达到的行政减量以外，也能够在 AI 运用上面能够普及到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新北市教育局表示，新北市近年积极导入 AI 技术辅导，提升学校行政效率与教学品质。未来新北市与新竹市将共同以 AI 师培推动中心，打造开放、共享、永续的 AI 教育生态系，强调数位品德、AI 伦理、资讯安全与学生个资保护，展现科技与人文并重的教育精神，营造安全与未来感的学习环境，引领台湾教育迈向 AI 新纪元。新城市共创 AI 教育新未来。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政府携手悠悠家族，打造桃悠悠珍珠海岸小旅行。不仅有机会在水族馆睡一晚，还可以跟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一起闯关学习，可以把专属闪卡带回家，邀请亲子朋友一起来桃园体验珍珠海岸之美。3、2、1，请举牌。桃园市政府配合4月儿童月，携手悠悠家族打造桃悠悠珍珠海岸小旅行，推出海岸探险队以及石户探险队1日游，还有珍珠海岸探险队2日游等游程，欢迎国人亲子同游，体验桃园珍珠海岸之美，打造难忘回忆。4月儿童月，我们推出了2套行程，2个1日游跟1个2日游，因为这个整个珍珠海岸有2个渔港，竹围跟永安，有石户，有沙丘，也有藻礁，
那么，所以我们组了2个一日游呢，分别就是海洋探险队跟这个石湖探险队，还有一个2日游的话是珍珠海岸探险队，这个都是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的这个旅游，尤其是2日游里面呢，晚上会夜宿水族馆，这个更是一辈子难得的经验。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透过这个亲子游，体会我们桃园珍珠海岸的美。我相信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好经验。宣传记者会中，香蕉哥哥跟番茄姐姐也带着小朋友一起唱跳，并宣布桃悠游珍珠海岸小旅行将邀请19位悠游家族的哥哥姐姐担任闯关关主，一起互动学习。我发现一个岛，看着看着不连岛，珍珠海岸一片草原，让我跑呀让我跳。悠游家族的哥哥姐姐们将在各游程路线担任关主，只要完成闯关，还能获得活动限定的悠游家族闪卡盲包，一共有20款，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游玩，收集专属闪卡。这一次呢，就是特别因为桃悠悠这个珍珠海岸快乐小旅行，特别做了一组悠悠家族加上悠悠面跟雅米的闪卡，就现在很风行的，像韩国的偶像，他们都有闪卡，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都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收集，我们自己也都想要一起收集一整套。对，它主要是在游戏闯关的部分，小朋友就可以收集我们哥哥姐姐的小卡，总共有19个哥哥姐姐，然后还会有悠悠妹跟雅米的小卡，看你可以收集到几张。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旅行设计很有意思，是我们会去那个游戏的关主当关主，然后跟小朋友一起近距离的互动，然后里面的闪卡就是一个盲包，所以小朋友透过游戏里面可以学到知识，然后也可以获得礼物，然后就鼓励他们一起来收集，然后一起玩，一起学习，这样。就是爸爸妈妈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其实桃园的珍珠海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有一些喜欢旅游的人，然后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国旅。其实，在桃园这边也有很多漂亮的景点，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然后在旅行之中，我觉得有快乐，也可以学习到知识。桃园市府积极推动珍珠海岸计划，预计4年内投入约4.9亿经费，优化桃园滨海旅游环境。桃悠游珍珠海岸小旅行的游程精彩丰富，还有夜宿水族馆的奇幻体验，不仅可以探索丰富的海洋生态，更能一窥夜间水族馆的神秘面纱。游程从即日起开卖，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珍珠海岸之美。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2025新北市客家童话季青春同乐会正式登场。市长侯友宜上周末到土城出席开幕活动，并表示，每到这个时节，新北市处处可以看见美丽的童花。今年结合美食与动漫，展现客家的青春活力，并规划6条童花小旅行路线，邀请民众一起来赏花，享受客家美食，体验客家传统文化。3、2、1，请亲啦！2025新北市客家童花季上周6于土城区五路财神庙旁热闹登场。活动以青春同乐会为主轴，呼应青春、音乐、文化永续的理念，邀请在地客家社团分享，也吸引许多民众一早上山来体验。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客家委员会、客家事务局长刘冠莹及土城区长周金平等贵宾启动拍立得相机，拍下精彩的时刻，也为活动揭开序幕。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客家童花季已经办了28年，邀请大家同游新北山林，共享童话盛景，品尝客家美味风食，体验新北在地文化的魅力。新北客家童话季已经办了28年，今年特别以青春同乐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结合客家人文童话，能够棒棒相传。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以青年朋友的动漫，还有青年朋友所创造的美食科技，来跟我们童话跟客家精神来做结合。所以我们期待在整个童话季的时候，看到满满的童花像血纷飞的落下来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我们新北市童花之美。所以我们也规划了6个地区：新店、石碇、三芝、莺歌、土城，还有瑞芳这6个区域，有49个梯数，从我们4月19号到5月10号，欢迎
我们全国到我们新北市来欣赏美丽的桐花季。今年刚上任的新北客家事务局局长刘冠莹指出，今年新北规划了新店、石碇、三芝、莺歌、土城、瑞芳等6个区域，有49个梯次的小旅行，将带大家一探山林秘境。近期还会在新店办快闪活动，欢迎民众这段时间来新北，一同欣赏美丽的桐花，品尝道地的客家美食。今年我们在6个区一起盛大办理桐花季，除了土城之外，我们还有莺歌、瑞芳、石碇、新店、三芝6个区，一口气要办理49场的小旅行，然后会带大家去山上走走看看。除了赏桐花之外，还有很多秘境的景点会带大家去看。除了在土城有大的开幕式之外，我们在新店也会有快闪的活动，有歌舞的表演，还有今年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年轻的表演者特别多，希望就有年轻有才华的客家年轻人呢，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年族群，将客家文化传承下去。新北客家事务局表示，今年也特别设立新北赏桐官网，提供民众赏桐的活动资讯、地点导引与交通方式等详细内容。无论是森林寻花、信步赏景，还是品尝客家茶店，发掘在地文化，新北桐花小旅行能让民众乐活体验桐花浪漫。也欢迎市民朋友上网搜寻新北赏桐官网，规划一场春季的专属轻旅行，欣赏新北桐花之美与客家风情飨宴。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位在八德的美德糕饼店，凭借家族2代烘焙职人的好手艺，创新求变，美味又天然的糕饼产品，不仅在各式全国赛中荣获多项大奖，也成为桃园知名伴手礼。跟着镜头一块来了解。桃园市政府在2024年从过往10年获得金牌好礼的业者中，再精挑细选出最具代表性的13家淘金好店，以及10项的淘金好礼。其中知名老字号糕饼店美德糕饼店脱颖而出，是唯一获得双料冠军的店家。旗下有多款产品都曾在全国大赛中获得大奖。美德糕饼店的创始人表示，一开始都是自己慢慢经营，后来2个女儿加入，注入年轻人的新想法以及在经营上的创新做法，加上全家人有一样的目标，共同前进，才有现在的傲人成绩。桃起酥当初是桃园刚好要升格，桃园起飞，所以呢，我们的设计上就用了一个飞机代表航空城，也代表桃园国际机场，所以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桃园起飞，桃起酥，讨好你的心。那这个饼当初心仪用的就是葡萄跟起司。他把跳脱传统的饼，他年轻人不爱吃饼，所以他在这里面去用了一个日式跟那种就是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一个桃起酥的口味。对，然后因而我们也去比赛，也拿到那个桃园10大伴手礼，也参加了国际品评会，拿到国际冠军、亚军，对，亚军第2名，对。这个，所以这个桃起酥其实也是参加了，还有台湾100大伴手礼，对，也得了蛮多奖。美德糕饼店屡获桃园10大伴手礼、台湾伴手礼金牌好店的第1名口碑保证。店内精心制作的桃园伴手礼桃起酥、八德名产8块饼以及各式的养生糕点，用料实在，名副其实。目前主要产品由美德2代的传人钟欣怡监制。从织田治果西点专科学校深造回台的他，让母亲游素兰谈起自己的女儿时，充满着骄傲。一开始我们的本业是做汽车的配件，那因为那个心仪他就喜欢做甜点。那因为他念完高中以后，他想要去日本留日，然后他希望走甜点这个区块。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他想要走甜点。那爸爸以前就做甜点的，他说他想跟爸爸一样。我说甜点很辛苦，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喜欢啊。爸爸就说好，那你就去学甜点。那因为他要走的是甜点，那我希望走的就是食安这一块。我希望就是说，因为很多添加物，我现在看到很多那一种就是肿瘤啊、癌症啊，然后医学上查不到的病因。那我只知道说，添加物越少，对我们人体越好。美德糕饼店自成立以来，坚持使用天然食材，手工制作，成为许多桃园市民婚礼喜饼伴手礼的首选。期望将台湾的糕饼文化代代相传，让传统美味永续流传。欢迎民众前往美德糕饼店品尝这些荣获大奖的经典美味。
记者施凯文、刘雨婷桃园采访报道。基隆安乐区有一间在地的便当店，主打经济实惠，一份排骨便当只要50元。最近网络上讨论度极高，高 CP 值成了不少在地乡亲的口袋名单，甚至早上10点店门口就大排长龙，还有路过的民众看到也被人潮吸引，直呼这价格台北真的看不到。中午用餐时间还没到，便当店门口已经排起了人潮。因为不早一点来买，可能就买不到。都很多都要排队嘞，有时候排到那边去嘞。现在10点而已。对啊，你较早来排，较早买有安呢。一整片排骨是当地人熟知传统的老味道，许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还有民众刚好路过，被人潮所吸引。如果看到，你看这价格呢？有一点夸张的便宜。怎么说？在台北大概都是2倍吧，我从小吃到大。这样子觉得很便宜吗？对啊，因为很多年价钱都没有变动，就觉得它价钱很实惠啦。这几年老板娘都很佛心。便当店主打高 CP 值，老板娘配菜给好给满，大方不手软。但看到墙上的价目表，你可别怀疑，卤肉饭只要10元，排骨便当1块排骨加上3个配菜，只要1个铜板50元，就能让你吃饱。你不要再拍了，因为拍了排那么多人，以后买很难排。排骨、卤蛋，还有3样菜，真的很便宜啊！有蛋啊，有肉啊，有青菜3样啊。哎呀，这样子啊，都没有涨过价。没有。你的印象中大概20-30年都没有涨价。美国对全球展开关税大战，台股也受到牵连，大起大落。不少股迷荷包缩水，能用小钱吃上便宜又大碗的铜板美食，也是一种安慰。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距离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开幕只剩下20多天，台北市警察局与消防局4月22号在开幕场馆台北大巨蛋举办反恐维安及消防抢救演练。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安全没有侥幸，希望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做好万全准备，让国内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运动赛事能够圆满进行。光复南路上，特勤队挤破车窗，公路遭受歹徒挟持的公车车内，成功解救人质。紧接着，警方在台北大巨蛋路口前进行安检时，发现疑似爆裂物。经过新北市警局侦报犬确认位置后，由全副防备的防爆人员进一步检视爆裂物，并移至防爆桶引爆。3、2、1，离开。这是台北市警察局会同消防局等单位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反恐维安及消防抢救演练。演练项目包括公车遭歹徒挟持、商场现场火警如何迅速疏散人群与及时抢救大量伤患，还有消防云梯车高空救火及救灾机器人进入火场等演练，过程逼真。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距离5月17号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开幕仅剩20多天，为了迎接国内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国际运动赛事，北市府特别规划这场演习活动，希望透过模拟各种可能情境，验证现场的应变机制与各单位的协调能力，以强化跨机关的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有效因应任何突发状况。超越之前在高雄举办的世运，以及2017年台北举办的世大运，今年我们将迎来超过25000名世界各地选手，以及预计有超过48000人次的赛事。所以这是台湾第一次，也是亚洲的第一次举办世壮运。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所有今天实际参与演练的同仁，大家非常辛苦，而且落实各项演练的操作执行。二方面，我们也一定要秉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信念，面对各项突发状况，只有反复不断的思索、演练，拟定各项的因应计划，确实落实执行，我想才能确保整个赛会以及所有市民朋友的安全以及顺利。
二方面，今天我们的演练包括了公车人质挟持，包括了大量伤患的各项的因应，以及刚刚看到的爆裂物的处置，以及消防抢救。我想每一项演练都是为了因应可能发生的各项灾害、突发状况，我们不断的反复模拟。蒋万安表示，北市府已经拟定世庄运期间每天的赛前、赛事当中及赛事结束后的所有维安应变计划，希望让将近1个月的世庄运赛事能够圆满顺利的进行。包括赛前，我们会在每天比赛前2小时维安岗位就地。另外，我们也会透过开始比赛之前场地的全面巡检，以及架设安全门，来确保每一位进场的选手观众避免携带危险物品。那比赛期间，我们要确保所有的观众、参赛选手的安全，以及透过安全门以及目视的方式，一旦发现有任何危险情势，即刻排除。那比赛完之后，每天我们也会协助场地的净空以及全面的巡查。我想种种这些都是要确保世庄运举办期间，为期将近1个月，赛事顺利进行，以及面对突发状况即刻压制。蒋万安强调，安全没有侥幸，面对任何可能潜在发生的危机，北市府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保障参赛选手及民众安全。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第7届2025草本派对将于5月10号至11号在台北迪化街永乐广场登场，邀请民众展开一场身心灵疗愈之旅，集结超过22个品牌、90间在地店家共同响应，透过沉浸式空间、创意餐饮与市集展秀，串联在地汉药文化与国际创意，重新诠释老街魅力。Refresh your life。第7届2025本草派对将于5月10号、11号2天在台北迪化街永乐广场登场，首度公开今年活动亮点，推出3大主题空间：解忧密室透过音疗与香气引导静心；疗愈花园结合塔罗、花茶与艾草按摩，唤醒身体感知；共感森林则是在音乐与美食中连接五感，打造寓教于乐、身临其境的多重体验。2025本草派对是第7届，那它的2大特色，它是最在地跟最国际。最在地是今年我们集合了超过22个品牌深入合作，还有90个特约店家，是历年以来结合最多最深入的一次。那最国际是今年我们有跟国发会的双语计划合作，那整个本草派对都有双语的界面，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跟接待我们的国际旅客。我们本草派对它的内容其实分为3个部分，包含了解忧密室、疗愈花园以及共感森林。那它分别对应到的是心灵、身体以及人际。那我们用这样的主题呢，我们今年就叫做重拾下底线、开放填空的概念。那它的英文的 slogan 叫做 Refresh Your Life。那我们希望在疫情后，其实充满变化的这个世界让大家重新找到身心灵的一个平衡。活动集结超过22个品牌、90间在地店家共同响应，打造融合汉方药材与创意手作的主题饮品与餐点，从颂钵音疗、香包设计到干贝轻食与桂花冰品，每项体验皆展现老店新意，深度融合传统与潮流。其实就是希望在短的时间当中，能够沉浸在颂钵还有自然的声音氛围当中。其中呢，我就会使用的包含了就是像颂钵这样子的乐器，我们会有一个泛音，所以让大家很快速的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状态，进而的让自己的脑部放松，然后呢身体恢复到原来的就自我疗愈的方式。另外呢，搭配的就是像是种子乐器这些自然的声音，很容易的让我们回到了沉浸在的乡下或者是山林竹间，然后甚至呢，刚才我在演示当中呢，也有使用海浪鼓、雨声棒，创造就是在大海的周边以及就是下雨的氛围中，那我们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自然而然的会让自己的自律神经比较稳定，副交感提升，所以我们才能够放松下来，然后焦虑感降低。我们这次针对
本草派对这个活动，我们研发的这个是干贝 XO Pasta， 那它主要其实就是融合东西方的一个元素我们在台湾我们餐厅做的这个干贝酱。那它都是用这个顶级的南北货食材去做的，然后西方我们常常在派对会吃到的这个 La Paz 这个小点，对，那它会有一点饱足感，然后又有派对气氛，然后又小小的一点点，就是很方便吃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可以有东西方文化这个的冲突，然后有一些碰撞。举办第7届的本草派对已成为迪化街最具指标性的活动之一，结合市集策展、DJ 音乐、双语导览与店家串联优惠，吸引国内外旅客驻足，成功活络商圈经济，也让年轻世代重新认识传统产业的文化底蕴。迪化商圈这边获奖无数，在去年获得就是我们商业发展署、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这边的全国卓越商圈奖。那另外在办的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本草派对这样的活动的话，最近2年的话连续获得绩优商圈的一个奖项。那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我们迪化商圈这边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不管是市政府或是议员们的话其实非常重视迪化街的一个发展。那在最近几年的话，我们一直在推再造店家这边的话，那总共有195家。其实，在迪化商圈这边的话，有高达41家，所以有让那个国外的旅客来我们这边的话，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今年的话，有研发出就很特别的，有8款的就是本草的一个调酒，4款的一个本草的美食，还有4款的就是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这边的话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本草派对的活动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每年都在创新。我们的迪化商圈包含到我们整个大稻埕，真的是国际旅客第一首选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只要不断透过的市政府以及我们国发会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大稻埕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迪化商圈的所有的店家也会因为我们的公司协力的合作之下，活动可以越来越蓬勃。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国际上的店家，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去做一个互动跟串联。我相信这是大家最期待的。去年呢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华文公关的这个奖项然后其实我们迪化商圈在这几年，不管是市政府也好，中央也好，都有很多奖项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先肯定我们自己，自己要更加努力这个是我在担任这个理事长的当中，我认为说我们迪化街真的是要接年轻人进来，这些文创店，大家要更把心思投在这里，然后让迪化街有一个新的一面出来。本草派对不只是市集或展演，更是一场身心灵的重新出发。主办单位诚挚邀请民众放慢脚步，走进大稻埕，透过香气、声音与味蕾的共感体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虽然美国关税政策暂缓90天实施，基隆市长谢国良仍持续关心对基隆产业界的冲击，亲自主持产发处第2次召开的产业联合座谈会。立委林佩祥与多位议员也共同参与，聆听各界意见，将与产业界携手一起因应各项变化，支持产业发展。我们虽然关税得到了一个90天的一个暂缓，但是其实我们的企业仍然要应付台美的关税谈判的更多的变化。那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应变，所以我想我们都是固定的在追踪企业的需求，并且调整目前了解他们的就业及出货跟营运的状况，然后随时给予必要的关心。美国关税政策暂缓90天实施，市府产发处第2次召开产业联合座谈会，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持续聆听产业界的现况与心声。立委林佩祥跟市议员宋伟丽、郭美秀也都到场，共同关心，与产业界携手一起来因应各项变化。能够感受到我们市长以及我们市府团队呢，对我们工业所有的企业厂商的这个关心，实在很谢谢这个市政府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企业产业界对，这一次对
美国对的关税实在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不只有台湾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那谢谢这个给我们跟市政府这边有充分而且最快速的时间来沟通。那我们当然将来在整个更明朗化之后，这个需要市政府来对我们这个会员厂商的协助那我们也会在一个厂协会的一个平台上头来全力跟市政府这边来沟通那能够让这个我们会员厂商的这个需求跟需要帮忙的部分那请市政府来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个我们北基桃4市其实非常关心在座的各位企业主，我们也朝紧急纾困、数位转型、产业链重组跟技术研发、前沿等4大方向希望多协助了解大家的情况。那今天就是一个平台的持续的沟通，也让大家分享一下所得到的资讯，大家彼此分享资讯，彼此了解，然后希望可以拟出一些相关的政策，能够有助于在座的各位企业厂商。那我最近也有听到很多人讲说，是不是呢？可以在那个税金的部分，因为现在已经挪到6月底才需要报税嘛。那有人来建议说，是不是税金可以分期付款？然后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可以有比较低利率的贷款之类的还有人也有提到说，可不可以对那个如果我有停业或者是我有裁员的部分呢，可不可以对这些劳工有一些补助的部分这样子？4月9号之后出货的90天之内是有10%的税基的但先他利用这3个月时间来谈，每个国家来谈所以现在台湾看起来就是10%的税基那这个我们目前要跟客人怎么来，一般来讲我们是报价的这个 base 是 FOB 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其实是税是客户承担的，但是这么高的税，客人的利润是没那么高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跟客人来settle，就是说来协商，那我们也势必需要牺牲一点利润然后来让弥补一些客人的一个价格的冲击这个是大概我们目前在过去这2个礼拜来所进行的，那客人大概都还能够理解，但是是很难有共识在未来的这个90天内，除非说我们很确定知道川普到底他的未来意向怎么样，那我们才可以做出一个最后的这种版本。不过无论如何，遇到这个危机，那我们一起度过，不管是国良市长跟大家跟我们厂商也好，那我们国会办公室会积极扮演跟中央各单位的桥梁。好，谢谢。会诊产业界提出的需求，市长谢国良要求税务局跟财政处就税金分期与低利贷款部分进行协助，也请产发处与工业会跟2大厂协会讨论纾困预算需求，后续提案给立法院国民党团参考。产业界也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跟立委林佩祥积极关心协助，也希望关税谈判能尽早有好的结果。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